你好啊你好啊， ，OK，可唔可以介紹你自己先啊？早晨先生，早晨弟弟，你好嘛？我想介紹我自己，我叫迪啦，我今年19歲，我哥哥喺158cm，我個仲係46kg，我讀書讀高中畢業，我未結婚，我生活高，我健cao，我唔識做藥，但係我要做藥。我以前做嘢係2年2023到2025。我喺嗰度做緊我自己屋企照顧小朋友，煮飯、煮餸同買賣餸。我識煮中國餸，就嘴蒸魚、蒸雞、煲湯、煲粥。我希望做嘢係香港人位，我要揾到啲錢俾我屋企人，同埋俾我自己。我現時會緊咧做嘢電話流失，唔會駁載。唔該先生，唔該弟弟，多謝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好，OK，嗱，你自己認性啊，你要勤力做嘢啦，好聽話啦，唔會菠菜啦，係咪？OK，咁你而家咁後生喎，19歲，咁你有冇男朋友啊？冇啊，冇嘅，OK，係咪真係冇㗎？冇嘅，OK，好唔緊要。咁你自己想嚟香港做嘢啦，咁你一定要勤力啲做嘢，一定要 finish contract，OK。如果你嚟香港冇諗住誒陣間做下1個月啦，或者2個月婚姻，你會唔會掛住你屋企人啊？冇啊，冇嘅。咁如果你掛住你屋企人咧，你點做啊？嗯，我媽媽喺香港。哦，你媽咪喺香港㗎？哦，或者得你想嚟香港，你揾你媽咪㗎？OK，你媽咪喺香港邊度啊？嗯，知唔知？邊度？邊度？元朗。哦，元朗，OK，好，OK。咁你之前都係因你做嘢啦，做過嘢啦，2年嘅，照顧一個小朋友同埋婆婆，不過婆婆健康嘅55歲。咁你哋係咪同嗰個小朋友一齊瞓啦，或者你自己有間房啊？Itu di kamar ada kamar sendiri apa sama sendiri? Ờ. Sedikit oke. Ôi,你自己有間 有啊，房？哦，你有有間間房，OK，好。咁你平時你之前咧，我想你知嗰個工作，你幾點鐘起身啦？跟住咧，你做啲乜嘢㗎？嗯嗯6點鐘，6點鐘起身，跟住咧，跟住咧洗面，ngajak, 嗯 terus 啊 cek jajan, 嗯 jingkit jingkit 送小朋友。OK，你6點鐘起身啦，咁你洗面刷牙啦，咁你整早餐俾小朋友係咪？咁你使唔使送佢翻學，接佢放學啊？使唔使送佢翻學，接佢放學？有冇啊？冇啊，冇嘅，冇嘅。咁邊個送佢翻學啊？太太、先生或者婆婆？ Siapa sih yang ngantor? Dong mama. 佢媽咪，佢媽咪係咪？太太嘅，OK。咁太太冇翻工嘅，你太太有冇翻工？冇嘅。冇啊，好，OK，OK。咁你平時小朋友幾點鐘放學啊？放學1點，pulang sekolah jam berapa? 2點鐘。2點鐘，OK。咁佢使唔使食晏晝啊？食午餐？佢食午餐喺學校啦，或者喺屋企？有嘅有，OK。咁你有都要煮午餐同埋晚餐都要煮係咪？有有，嘅，好。咁買餸咧，買餸煮飯咧，邊個啊？邊個去買餸啊？你去買餸啦，或者婆婆買餸？你嘅，我咁你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我識係，去煮乜嘢？你識煮乜嘢啊？嗯就係嗯蒸魚嗯嗯蒸雞就
炒Được菜 chưa? 啊，煲煲湯。湯，煲湯你都識，OK。哦，OK。咁我想問，如果你嚟香港，你想幾耐啊？Berapa lama kok？幾耐啊？ 年。6年。OK。咁如果你嚟香港，如果你喺香港做嘢啦，因為香港地方好細嘅，佢未必老闆都冇獨立班房俾你嘅。咁你同小朋友瞓覺啦，或者如果你住個老人家，你同老人家瞓覺，你得唔得？冇問題冇有。問題嘅。咁如果放假咧，你媽咪放假係咪禮拜一啊？嗯。係啊。係，咁如果老闆請你，咁你放假咧唔係禮拜一，或者星期一至五，你得唔得？冇問題。冇問題嘅。咁如果你掛住你媽咪咧，陣間放假日年一哦，齊。我婚姻你一齊。好，OK，OK，OK。我想問你驚唔驚狗啊？我驚。你驚？OK。貓咧？貓你驚唔驚？唔驚。唔驚嘅，OK。你真係㗎，如果你真係嚟香港做嘢，真係做嘢啊，因為你咁後生㗎，19歲，OK。咁如果你嚟做嘢咧，一定要 finish contract，OK？係。好，OK，唔該晒你啊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